当年风夫人的弟弟为了给姐姐报仇，挑拨五福叛变，杀死云铁2位先祖。正是因为那次帮忙，封门便立下祖训：凡是五福有难，封家后人在所不辞，义无反顾，这毫无异议。我没有必要为别人去拼命，而去争取一个女人的名节或者妻子的身份。不做亏本生意。其实想一想，现在你们五福和大齐门的恩怨，实在是可笑，实在是可笑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掌门，现在事情更加清楚了，前辈的恩恩怨怨，不要再继续下去了。事情到了现在，已经是再清楚不过了。如果你们五福的后人要将这种恩怨再继续下去的话，这个江湖将永无宁日。你们累不累呀？不累。要是放下，只有放下先辈们的。今天的仇一定要报，我要为我儿子报仇。要想解决大齐门的恩怨，只有一命顶一命。盛德良，如果我云真的命真的像你说的那样，能化解我大齐门与五福的恩怨，那我的命你尽管拿去，我云真甘愿以死交换。多谢前辈，只是不知道前辈为什么要把武功传给我呢？这，因为我觉得你才是真正的男子汉，真正的英雄。你要好好运用我的功力，千万不要重蹈我的覆辙。盛大娘，你儿子虽然是云峥所杀，但实际上是我当时控制了云峥的心智所致，所以这仇应该算到我风九幽的身上。你要是赔命的话，就拿我风某的命来赔好了。风前辈，风前辈。的功力，与其在武林中被人耻笑，还不如死了的痛快。对于所有凤毛对不住的人，凤毛在此告辞谢罪了。风前辈，风前辈，风前辈。可以安息了。
里面待多久？哥哥，你看，三弟，过来，给大家把饼分一下。吃点东西啊！现在都这个样子了，你还那么固执？跟五福的仇恨都已经化解了，难道一个儿媳妇都不肯认吗？不是老夫不认这儿媳妇，只是老夫心中有愧。老爷，你不用说了，请说明白。不，我要说，我一定要说。大齐门的弟子们，你们都过来，老夫有话要跟你们说。老夫执掌大齐门20多年来，本来一直遵守祖先的教导，要把你们练成像狼一样的狠，像鹰一样的敏捷，像豹一样的锐利，还不断地提醒大家不要忘记大齐门和五福的仇恨。可这10年来，老夫看到那一个个熟悉的面孔，都相继离开了我们。老夫觉得他们是光荣的一群，是咱们大齐门的勇士。可是到头来，我才明白，是我害死了他们。直到风九幽的死，老夫才明白，这么多年就是一个可耻可笑的报复。是老夫害了他们，可他们都是青壮年的。爹，你就不要再责怪自己了，这只是一场误会，只是先祖留下的一场悲剧。对呀，师父，您不要把错都揽在自己身上。不，风九幽临死的时候都能承认错误，难道让老夫临死的时候再说吗？中堂，是老夫错怪了你这个好侄儿。正儿，爹爹误解了你呀。是老夫不对，而且六亲不认。你们的大齐门掌门人云逸，由于他的固执，他的偏见，使所有的弟子们吃尽了苦。
家吃尽的苦，我害了你们大家，老夫错了。我大齐门掌门人云逸向大齐门所有的人道歉，请求大家的原谅。我在这里给各位谢罪了。起来吧，大哥，起来吧。爹，还是有您这句话，死皆甘心。弟子铁中堂生于大齐门，死于大齐门，绝不后悔。爹，孩儿来世还要做大齐门的汉子。好，快起来！你们是好孩子，都是大齐门的好孩子。大齐门的列祖列宗必定为你们感到骄傲啊！司徒笑，你想怎么样？没什么，不怎么样，我也不想怎么样。到了这个时候，也不知道能否出去。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，我一想到江湖要死，心里只想到你一个人。你放心，我不想怎么样。我知道你心有所属，这里还有点水，那就得一并喝吧。想不到这司徒笑还是个多情的种子啊！这感情两个字从来没有轻易说出口，说出来呀，还挺可爱的。来吧，喝口酒吧。云正，喝点水吧。这是司徒笑要我拿来的。其实我觉得司徒笑真的变了。你先喝吧。不，我不渴，你喝吧。不要骗人，怎么会不渴？来，喝。
么了？我没事，我就是有点累了。你把果儿带到其他地方玩吧。爹爸，把他抱走啊！坑哥，你一定有问题。难道有什么事你还不能跟我讲了？大哥，你出什么事了？大哥，什么事都可以解决的，你说吧。我本来不想告诉你们的，可是，大哥，你这是？刚才为了救青霜母子俩，不小心被他的爪划了一刀，我已经没得救了。大哥，我说了，你们谁都不要过来。双梅，我对不起你。没想到我们夫妻相聚不到1个月，此刻真的要阴阳永隔。天哪！为什么？为什么我们刚刚在一起，现在难道就要天人与隔了吗？为什么，老天爷，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？难道我做错了什么吗？你为什么要这样惩罚我？哥哥。对不起大气门，不要说这话，不要说。现在只怕是有心无力，再也不能侍奉您老人家左右了。可你不能死，你要挺住，千万不要死了，坑儿。谁有解药？快拿出来！老夫给你们跪下了，老夫宁愿搭上这条性命，下辈子给你们做牛做马，来还你们的人情。我求你们了，爹，你不要这样，孩儿是没得救了，去吧。大哥，咱们不如来一个死马当活马医，不如壮士断臂，也许能挽回生命啊。二弟，你的心意我明白，可是我的事我很清楚。毒神的毒不简单的，毒性在刚刚划破皮肤的时候就已经侵入我的五脏六腑，
要不是我还有点功力的话，恐怕我早就死了。大嫂这样出去太危险了，我们出去救她。不行，我已经说过，谁都不准出去。师傅，这样青冈大嫂会死在杜神手里的。爹，你快让开啊！大哥已经死了，我不能眼看着他的妻子出去白白送死啊！爹，您这么做于心何忍呢？你又算什么英雄好汉？爹都不怪你，可是你们谁也别想走出这扇大门。你，师傅，你以为老夫刚刚死了儿子孙子，我就不痛心吗？其实我比你们谁心里都难过。难道我就不想和他拼命吗？别怪罪掌门人了，其实他心里比你们还痛啊！但是他再痛，我们也不能再做无谓的牺牲了。现在，大齐门就全靠你们几个人。如果你们也丢掉了性命，那我们大齐门就灭了。怎么样？你们果然在里面待不住了吧？啊！东神，上去给我杀了这个不知好歹的小贱人！你杀我吧，反正你把
里的女婿和你的外孙都已经杀了，你现在杀了我也不为过。你不如让我跟他们在阴曹地府团聚。爹，你醒醒吧！你为什么变成了这个样子？难道你为了当上五福的盟主，你甘愿牺牲所有亲人的性命吗？爹，是你的虚荣心，把我的一家人都害死了，连清平也疯了，而这些都是你利欲熏心的代价。爹，你醒醒吧！你到底有没有良心？你的良心会受到谴责吗？爹，爹！东神显体，天下无敌，快杀了他！爹！你还我儿子丈夫命来！叫什么？我制造的毒神，怎么会这么轻易就死呢？想干什么？毒神，你听我的命令，给我站住！快放开我！我是你师傅！姐夫，过儿，你们别睡了，陪我玩会儿。过儿，过儿，清平，你放开我，放开我，我要和姐夫过玩呢。哎呀，清平姑娘，放开我！清平姑娘，你这个混蛋，你干嘛要拉着我？清平姑娘，放开我！清平姑娘，放开我！你这个混蛋，听我说，干嘛拉着我呀？清平姑娘，放开！听见没有？放开呀！青青妹妹，来，过来，来。你姐夫和过儿他们都累了，让他们好好睡一会儿。你想玩什么，让姐姐陪你玩好不好？来。跟等死有什么区别？还不如大家一块杀出去，就算死，也死得个轰轰烈烈。
谁有胆的就站出来，跟我一块杀出去！哼！我大齐门就没有贪生怕死的孬种，大家和他们拼了！拼了！拼了！现在面临强敌，如果一味的出去跟他相拼，只会白丢了性命。那你到底什么意思？大家都耗在这里，这里没粮食又没水，到最后不是死路一条吗？以中堂愚见，我们应该先行派一个人出去，将毒神引离寺庙，然后其他人就趁机逃走，去联络其他武林人士，一起前来围剿毒神。这样，我们就可以把损失降到最低，又可以将毒神消灭。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这一个人出去是必死无疑呀！死一个人能够救这么多人的命，那也就值得呀！啊？那到底谁去引开毒神呢？生死有命。不如我们大家来抽签吧，抽中的无怨无悔。我相信到时候大家不会忘记他的。生死签就不用抽了，事情是我想出来的，理应由我来承担。中堂，生死大事，你可要小心呐！对，这不是游戏，让大家一起承担吧。中堂主意已定，还请师父您成全。二哥，我跟你一起去。不，三弟，你的任务更加艰巨。等你逃出去，你要立刻去长生岛请日后，请他来帮助消灭毒神。你是绝对不能出事的。不，二哥，请日后的事情，代代可以去办。二哥，你一直在照顾我，云真无以为报，我只希望能和二哥同生共死。再说，如果我们两个人一起行动的话，生还的可能性会更大。
起好不好？不行，灵儿，这次你一定要听我的话。毒人实在太厉害了，你去就等于去白白的送死。我绝对不会让你做这样的事。不，我不怕，我真的不怕，只要能和你在一起。灵儿，这次我去，并非没有生还的可能性，你相信我，我一定能回来的。你记住，不管明天发生什么事情，你都不要太伤心，因为堂哥哥一定会回来的。我答应你，等我一回来，我们就离开这个是非之地，我陪你一起回到申国，我们一起去捉好多好多的小鸟。灵儿，你记住，堂哥哥从来没有骗过你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回来去找你，好吗？让我跟你一起去。灵儿，我们不是都已经说好了吗？我不管，堂哥哥，我们不是曾经说好的吗？一生一世都不要分开，我们不是说好的吗？